今天是警察广播电台谢新任总台长的交接典礼。一方面，我对新任的总台长表达祝贺的意思，也对各位贵宾百忙之中抽空来观礼表示感谢。于事已至成，恪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尽管是我们警政团队中声音最贴近、传达讯息最及时的重要窗口你们的温暖而坚定的声音就是社会安定的力量。希望在我们施总台长在既有总台长奠定良好的厚实基础下，让警广继续发光发热，好不好？好。谢谢警政委员。